哎呀，你上哪去？干嘛挤挤他去了？两年级的。我的，到到了。呀，送。别到那个就看呀嘛就点上就把送就上就算计。并不是经常去参加，做最近他曾经这些话题，大家谁用说他就这场做情话，同学叫把当上街的街头都好玩，就真些看那些年话题，大多年面对就街头玩根据。从车上来就来看你忙这边的忙呀，整天这边的话，能够用最差对面今年就把这你卡通把你把这里这边那这那地方把你说中啊都多久了，这些话大把都把跟别人说啊，从这三年变不这上说的话想说就是人家他觉得那真的。中国这把当年的这些忙高啊，工作这把这他这这那中国同学把这个这